邊個揾我呢？咁多問題嘅，洗牙啫喎。真係估唔到上次扇貝口腔有咁多迴響喎。有觀眾就覺得條片好實用，有啲人就覺得豆巴嘅分享好好，直接咁分享咗體感係第一身嘅，呢啲都係客人一般擔心嘅事。好在地，亦都覺得條片咧睇咗好似睇緊童話故事，主人翁去洗牙喎。亦都有觀眾話咧，家人見到佢 book 咗香港洗牙，即刻將上次扇貝嗰條片咧 send 咗俾佢睇啦。咁我今集就想同大家講，其實我未去扇貝洗牙之前呢，我已經接受緊佢哋嘅服務咯。究竟係啲乜嘢呢？一齊睇下我嘅小劇場啦！邊個揾我呢？咁多問題嘅，洗牙啫喎。話說扇貝口腔提醒我聽日要去洗牙嘅時候，咁我就順帶問多一次，收費係咪真係68蚊呢？我就同佢講一聲啦，因為我有心瓣膜先天關閉不全嘅。咁不過醫生呢就話，只係少少關閉不全，只要用具清潔呢就唔會影響心臟嘅。跟住點知呢，佢就開始問我一連串嘅問題啦。第一條，佢就問我心臟有冇安裝心臟起搏器？如果有安裝嘅話呢，係唔可以洗牙嘅喎。佢知道冇之後呢，就解釋洗牙嘅用具呢都係一次性嘅，衛生安全請我放心。咁佢會呢同醫生交代噶啦。但係之後呢，佢就開始問其他問題咯，例如係問做有細胞瘤康復嘅年期有幾耐呢？有冇超過5年呢？咁我就答佢有啦。之後呢，佢就話要同醫生諮詢下，叫我等一陣。咁我即刻嗱嗱臨留句言就話已經喺患處植咗牙噶啦，冇事噶啦，好翻晒噶啦。點知咦？改時間？連醫生都要換人？之後佢就再次聯絡我，原來佢話對接咗洪醫生，佢想了解一下我基礎嘅情況，想諮詢下我係幾時植牙手術完成嘅。佢更加想了解我平日有冇服用醫生開嘅藥物，因為洗牙可能會有出血，所以呢想了解清楚噶。繼而佢就問有冇食降血壓藥或者係薄血丸咁，會唔會比較容易牙齦紅腫同埋出血呢？真係問得非常之仔細啊！到最後佢竟然問我方唔方便改為下午3點，佢想幫我協調一位專業嘅全科醫師嚟到操作洗牙。考慮到我嘅情況特殊，佢會先為我安排拍片同埋口腔檢查，檢查完之後呢，冇問題先至會為我開展洗牙嘅治療噶。見佢幫我揾咗位全科醫師嚟到洗牙，咁樣使唔使額外收費噶？佢話唔會啊，請我放心，仲請我路上注意安全添。呢啲對病人嘅種種關心，一切都係喺未俾錢之前就開始咗啦。所以我覺得佢哋喺 WhatsApp 上面嘅關懷同埋安排，實在好值得我同大家分享噶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係咁多啦，歡迎點讚、訂閱、留言、分享，拜拜。